本集內容挑選耀眼例子。挑選耀眼例子，只係芸芸例子之中不公允地或選擇性地選出有助論證嘅例子嚟作為論證。挑選耀眼例子，埋沒其他例子、異例或者反例，從而造成誤導。例子一：個 BB 我冇份，你都有份㗎，唔好做手術啦。嗱，如果愛因斯坦、馬可尼、杜甫、愛迪生佢哋啲老母當初贊成墮胎嘅話，我哋而家點會住得咁舒服啊？係咪？好煩啊你！片段裏面，男子為咗說服女子保住肚裏面嘅嬰兒話，如果愛因斯坦、馬可尼、杜甫、愛迪生嘅媽咪都墮胎嘅話，我哋嘅社會點會咁舒服？但係過往嘅歷史裏面，亦都有好多壞人或者普通人出生。男子所舉嘅例子並唔全面，只係挑選耀眼嘅例子作為佐證，而造成誤導。例子二：你個名好唔好啲啊？咁點發啊？個名係我阿爸改嘅，咁叫咩名好啊？咁啊，我幫你讀讀啦。黑林河，過黑，做乜黑？哦，讀來讀去都黑掹掹，咪你想發得幾難啊？叫滴蛇，滴蛇。你諗過啊？滴蛇係啊，好啊。嗱，第滴都發嘅，滴龍啦、滴拿、滴波拉啦、阿倫滴龍啦，一滴就發咧。好啊，睇嘢。片段裏面，男子幫人哋改咗一個叫做滴蛇嘅藝名，就話個個用滴字嘅人都會發達，例如滴龍、迪拿、迪波拉、亞倫迪龍。但係名字裏面有滴字嘅人，亦都會有好多人冇發達。同人哋改名嘅男子嘅講法，只係挑選耀眼嘅例子。最後總結，挑選耀眼例子係有意或無意之間隱瞞咗反面或者不利嘅例子，作為例證而造成誤導。日常生活裏面講述一啲社會成就或者推銷商品，亦時常會遇到挑選耀眼例子。相關嘅議題，我哋會喺將來嘅集數再加以討論。拜拜。